自我介绍吧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天乐，咱去哪儿玩啊？去哪儿玩啊？你定，公园、商场、大象馆，还是咱去玩具店？都太没创意了，不好玩。天乐，再想想别的吧。哎呦，那去哪儿啊？你妈没有告诉过你，不准在公共场合直视漂亮的女孩子吗？这样不礼貌的。你个没大没小的，来坐那儿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要是以后我让你改口管我叫姐夫，你觉得习惯吗？我还是叫你天乐吧。天乐，我想吃甜筒，你跟我去买。吃甜筒啊？哎呦，这附近好像还真没有卖的。那走吧，你想吃我带你去，走。你帮我去买，我走累了。行，你个懒丫头，那我去给你买一个，等我啊。别乱跑啊。快去快回。好，我马上回来啊。大哥，美女，依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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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您刚才看见那儿有一小孩了吗？洗头帘的。您看见是吧？谢谢啊。依莲。这是咱俩上次拼的吗？对呀，记性真好啊。上次咱俩的拼图，你有没有偷偷拼啊？你这个小靓女不在，我没敢拼。早说了，我的地位啊还是很重要的。没错，你的地位特别重要。我们上回拼到哪儿了？嘴巴找到了。对，嘴巴找到了，然后再找哪儿？再找鼻子。你那么聪明啊，那么聪明啊！鼻子去哪儿了？鼻子去哪儿？咱们找。汪东，需要今天过来接你。5点半来接我吧。你怎么这回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也是临时决定飞回来的，公司上市的事儿，需要回国内签几份文件。来，少宇，把这几份文件签了。哎，你怎么还玩这个？哦，不是我，有个小朋友在。哎，这小姑娘是谁呀？做个自我介绍吧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是少宇帅哥的好朋友，
他带我到家里来玩一下。跟小大人似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依恋。孩子真好玩。是啊，特别可爱。先好了。对了，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在飞机上随便吃了点儿。阿姨，你吃这个吧。啊，这孩子真可爱。谢谢你，阿姨不吃啊。来，少宇，去帮我收份邮件。去书房吧。啊，找鼻子。刚才没来得及问你，这小姑娘哪儿来的？啊，天乐朋友的孩子，天乐有事儿，临时托我照顾一下。这孩子倒的确挺贴心的，招人疼。早知道当年要生个女儿就好了，知冷知热的，哪像你，越到话越少。你要站那儿不动啊，都快成化石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问问你，你这个平时连花都懒得浇水的人，怎么突然有耐心带孩子了？等天乐开口了，我也不好拒绝啊。以后啊，少跟他来往。怎么了？你听妈的话就行，妈自有妈的理由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什么时候再回来？等公司上市的事儿定了办。给会长电话。一路平安。拜拜。拜拜。这块是不是？试试。好了，来。干嘛？机长啊，机长来。你过来。又干嘛？你过来嘛。咱俩配合的真默契，奖励个香吻。还奖励个香吻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跟哥哥玩啊？喜欢，但是啊，你别告诉天乐，他心可小了，就那么一丢丢丢丢丢。不告诉他啊。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？问吧。那依恋，你没来上海之前跟姐姐是在湖南哪儿生活呀？长沙。哦，哥哥没去过长沙，所以想问你长沙哪儿好玩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随便问问。那不问这个，那你喜不喜欢哥哥这儿啊？我喜欢你，但是不喜欢这儿，这儿太空了。那我想问你，你喜欢我多还是喜欢天乐多？天乐呢，和你不一样。天乐每天都能很开心，有很多办法能让我高兴，而你呢，好像总是有心事。不过我也是很喜欢你的。这样来说吧，天乐是我的死党，而我和你之间呢，应该算忘年交吧。算什么？忘年交。你可真逗，过来。我就是去给他买了个甜筒，没去多长时间都找不着他了。让你陪他玩会儿，你也能把他弄丢了。他才6岁，万一碰到坏人把他掳走了，他能反驳得了吗？是，那个，你先别着急，他那么聪明，碰不着坏人的啊。他会不会自己回家了呀？我回家看看去。不，那家里我去过了，没有。林天乐，只要依恋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
孩子丢了，我要报警。我来找你了，依恋。你要藏不好，我抓到你，你就完蛋了。快给你！哎呀，高不高兴？高兴。哎，那我问你问题啊。你跟依然以前一直住在湖南？是啊。湖南哪个城市？长沙啊。那这次依然来上海是来找朋友？我再问你啊，我上回送给你的那个香水，那味道回了家之后，依然喜不喜欢？明白了，他不喜欢是吧？依然以前来过上海吗？我不知道。他有没有交过男朋友？哎呀，你别问了。我给你按摩。你还会按摩？这儿不好，我们到楼下去吧。走吧。走。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孩子刚刚丢，还不具备立案条件。怎么就不能立案呢？我不是也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这是丢的孩子，不是大人，他没有自主能力。他是真要是被坏人拐跑了的话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。你能不能就帮帮我呀？我求求你了。慢点说，你跟他……你别拉着我，都怪你！我告诉你，林天乐，依恋要真丢了的话，我杀了你！同志，你别着急，我们不只是说不能立案，没说不帮你找吗？你们谁是孩子监护人呢？我是。来，先做个离婚登记吧。金美，依恋，舒服吗？舒服，真舒服。依恋啊，我问你，这按摩是谁教你的呀？是依然啊。每次他回来累的时候，我都用这样给他按摩的。他按着按着就会睡着的。你怎么醒了呀？是不是我按的不好啊？没有，依恋按的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依恋，你跟依然有没有分开过呀？我几乎没离开过依然一天。我现在就特别想长大，能够保护依然，不要让他再那么辛苦了。依恋真乖，我还会捶背呢，我给你捶背好不好？好。还带响的呢。还带响的呢，试试。哇，真带响啊，好舒服。有没有你不会的呀，依恋啊？左边。别着急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麻烦问你一下，您见过这个女孩吗？个子大概这么高，6岁左右。您在来的路上没有看到吗？那好吧，谢谢你们啊。谢谢啊。哎，要不给奶奶打个电话？别给她打了，给她添堵，还不给朋友打呢。先生，麻烦问一下，你见没见过这个女孩？个子大概这么高，6岁左右，眼睛大大的。艾宝，依恋丢了。你先听我说，你这样，你给蕾蕾打个电话啊，你俩一个去火车站，一个去长途车站。麻烦问一下。对，好嘞啊。个子大概这么高，6岁左右，你看一眼嘛，在来的路。喂。哎，梅兰妮，依恋丢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几个小时以前，我现在跟那个依然，我们俩正在找着呢。对，帮忙找一下呗。行，你别着急，我回去放下东西，跟你们一块找哈。你要是找着了，给我来个电话啊。猫跟老鼠怎么说啊？Cat and mouse。对，这是谁 ？And Jerry。对，这是谁啊？这是 Jerry。那你是什么？你是Tom吗？是Tom。
谭少宇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？拐卖人口，贩卖人口未遂。我就带他来玩玩，怎么了？把他带出来，你也不跟人家长说一声。依然和天乐快急疯了，到处在找，刚给我打完电话。依恋你也是的，你出来不跟大家说一声？你别说他行不行？那小孩怕你，是我带他来的，我不说过了吗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再不回去的话，依然和天乐该着急了。你们俩谁送啊？他送，姐姐送啊。凭什么是我呀？我不方便啊。把人偷偷带回来方便，送回去不方便了。我人贩子，再拐走了不送回来呢，是不是？不送是吧？来，依恋，咱看 Tom and Jerry 来，来，回家，走，回家，走不走？哎，干嘛呀？走，开。你姐姐他们都着急死了，赶紧给她打个电话。依恋，不是姐姐说你啊，你这次幸好遇到的是少宇帅哥，你要遇到别的坏人，那你可就危险了。听到没有？我可真没有吓唬你。现在的坏人可不是说给你个糖吃，给你个饮料喝。现在坏人走到你面前，对你呼吹一口气儿，你就晕过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坏人吹一口气会变成一堆猴子出来吗？什么猴子呀？孙悟空啊，他一根毛，吹一口气就能变成一群猴子来。看来那些坏人也没那么厉害嘛。谁说坏人不厉害的？坏人最厉害了，坏人的心是黑的，坏人会把你卖到深山老林里面去，谁都不来救你，你自己怎么哭都没有人理你。哎呀，我能照顾我自己了，你别把我当成小孩子嘛。好，我是小孩子，走，回家。我回来了！刚回来，你大喊干嘛呀？跑哪去了你？想跑什么呀你？你知不知道我担心死了都快！你别喊，你跟他好好说，你爸妈都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你？这一下午都去哪儿了你？你跑哪儿去了你？去哪儿了？我去让一个在家玩了。那个依然，别怪他，是这样的，少宇说他看到依恋一个人在路上挺危险的，就把他带回家了。快来！快来！你觉不觉得特别怪异啊？谭少宇为什么要把依恋带回家？还有就是依然，听到依恋到谭少宇家的那个表情多难看呀！他私自带着依恋回家吧？原因只有一个，他肯定是想从依恋的身上了解依然啊。你想啊，他过生日那天，咱们觉着依然跟谭少宇特别奇怪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到现在咱也没查清楚吧？他肯定也在查什么。
你想想。我想什么想啊？你什么都没搞清楚，要跟人结婚啊？你就不怕你这绿帽子戴大发了？真是。你今天跟少宇哥哥都干嘛了？我们拼好了上次没拼完的拼图，他还带我看了动画片，还教我说英语，我还帮他按摩了一下头部。你帮他按摩头部？对呀，就是用你教我的方法，他觉得可舒服了。他还问我们为什么来上海。你怎么回答的？就按你说的呀，我们来找一个朋友。哦，对了，他还给我看了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些照片，照片上的那个人好像你，不过看起来比你小，他是不是你啊？胡说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谭少宇那儿怎么可能有我的照片呢？我警告你一恋，照片的事情，如果你告诉别人的话，我就把你一个人送回长沙去，听见了吗？为什么不许再问为什么，哪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就照我说的去做。我想跟你说，那个今天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，我郑重给你道个歉，我不应该把依恋一个人留在大街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好在依恋已经找到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还有那个谭少宇今天把依恋接走了，我明天去说他。哦，不用了，他是我的上司，我不希望我的上司涉足我的生活太多。不是那个，依然，我一直觉得你跟谭少宇吧，我没有想涉足你生活的意思啊，我只是觉得如果你们俩有什么误会、什么过节的，是不是能够摆在桌面上把这事给解决解决呀？我跟谭总没有什么过节，也没有什么误会，只是工作中上下级的关系。行了，我困了，我先睡了，晚安。喂，少宇帅哥，我是依恋。依恋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超市呢。你放心，依然他不在这里，他出去了，这里就我一个人。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我想你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大家都在找你呢，他们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，都在四处找你呢。那依恋答应少宇帅哥的事情，不要忘记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们你去哪儿的。依恋真乖。那好了，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。依然马上要过来了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你在给谁打电话呢？我没给谁打电话。我都听到了，你在给少宇帅哥打电话，对吗？你快点告诉我，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你知道他在哪儿，对不对？啊？我跟少宇帅哥发誓了，不能把秘密说出去的。他现在遇到危险了，我们必须马上去救他，如果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少宇帅哥现在还不能回来，因为他去了小王子的星球，那里可好玩了。有很多很多的炸鸡腿，有好多好多的蘑菇房子，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。少宇帅哥本来想让我给你们一个惊喜的。依恋，少宇帅哥是在骗你的。
他根本就没有去什么星球，他是得病了，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。如果我们不去找他的话，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少羽帅哥得了什么病啊？他得了脑癌，已经没有几个月的生命了。而且，你不是一直在问我，到底谁是你的爸爸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少羽帅哥就是你的爸爸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爸爸找回来呀？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吗？病情我们都知道了，你别再躲着我们了，好吗？你就这么一走了之了，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？这几天，我们把你所有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可是都没有你的一点消息。你妈都憔悴了好多。人也老了好几岁了。跟我回去吧，我们陪着你，一起把病治好。这病治不好。手术的成功率很低，就算成功的话，我也会全身瘫痪。我不想看着自己成为一个废人，你让我一个人面对好吗？就算你全身瘫痪，我也会一辈子都照顾你的。让我陪着你好吗？不要抛下我，让我陪着你好吗？求求你了，跟我回去吧。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，我也不想成为所有人的负担。那你就忍心抛下你妈，抛下我，抛下依恋吗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关心你和牵挂你的人吗？而且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才走过来，才走到一起，不可能让你再离开我。走，跟我回去，跟我回去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就算手术成功的话，我也会成为残废。我不想你后半辈子跟我一个残废在一起。我不在乎，你是什么样我都不在乎。我在乎，我在乎什么？我在乎。所以，我求你回去吧。
你要是不回去的话，我也不回去了。你不走，我走了。你干嘛去啊，邵月凡？你也来了，依莲。赵宇帅哥，我不想你走，你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们？我也想留下来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我必须要离开。所以以后，依莲在想我的时候呢，你就抬起头，去看天上的星星。那很多颗星星里边，有一颗是小王子的。我失去了那颗星球，知道吗？一定要乖，做个乖孩子，要听依然的话啊。我呢，就是那颗星球，一直静静的、开心的看着你和依然，好吗？不要哭啊！来，再亲亲邵宇帅哥。真乖。我再亲亲你好不好？来吧，亲。少宇帅哥，我不要你走，你留下来陪依莲好不好？你留下来陪我们好不好？你不要走，你留下来陪我，我不要了。天乐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你是为了兰妮，才到了现在这一步。哎呀，作为兰妮的父亲，我感谢你为她所做的一切。这些本应该是我这个当爸爸做的。谢谢你啊，天乐。我也知道你对我有看法，天乐，你是个好男人。事情弄到现在这个样子，这都怪我。叔叔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您别太往心里去。不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兰妮从来没有欺骗过你，他更没有想利用你达到什么目的。你们俩相爱，我也没有干预过，只是后来我想，既然你们俩相爱，如果结了婚，也许我的债务就，说是惭愧啊。哦，这是兰妮让我带给你的。
孩子啊，你没有看错兰妮，她配得上你的爱。天乐，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给你写这封信，但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了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，不是占有，甚至也不是相守。我走在原来我们走过的那条熟悉的路上，去了咱俩吃过的大排档。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那天我没有遇见你，你没有帮我留在少宇家，那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？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哪怕注定结局就是这样，我还是会选择认识你。我以前一直觉得，只要彼此喜欢就能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就是为了情到缘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情到缘浅，一切都是天意。天乐，你要好好的、勇敢的，像个勇士一样去战斗，不要让我失望。他更没有想利用你。我已经把我的梦想都绑在你的身上了，替我去实现它吧。再见。最美丽的剧本。之前林总的话是对的，现在我们公司的发展进入了死胡同，小公司坚凭实力在壮大我们呢，却一直在求稳，所以发展自然就慢了下来。现在并购的惯例越来越多了，一些大的财团对我们公司一直觊觎啊，我真的很担心呐。现在我们上上下下那么多号人，只要我们公司还存在，只要它还能按照正常的模式在运营，我们就一定不能放弃。可是之前的红帆和吉达都违约了，而我们前期的投入全部砸了进去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事情是啊，现在公司要突围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天乐之前所说的那个澳大利亚的项目。这个项目现在竞标的公司很多，难度很大。如果我们公司一旦中标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业界一炮打响，整个公司也就有救了。啊，这个也是啊。哎，可是林总还在看守所呢。田乐，林总回来了。当我们面对企业的困惑的时候，我们想出一个道理，就是哪里没有路，我们要往哪里去。因为别人看见的路，我们也能看见。一个人尽头。
好，那我就开始介绍我的创意。我们这次产品的核心创意词，我运用了钻石。可能你们要问了，为什么我要用钻石作为我这次创业的核心词语？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钻石里面有很多的力量，其中包括坚韧、勇敢、完美，甚至是永恒的爱情。所以我想讲说，在我的这个创意里面，有很多和钻石一样的力量的东西融入在我的创意里面。比方说，我们讲讲看这个勇敢。那我觉得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，缺少很多的勇敢的东西。比方说，这次我们大胆地启用了年轻的团队，启用了年轻的设计师，然后我们注入了新的理念，这可能是我们最能体现的。你这干嘛呢？是要感受感受我现在是什么感受是吧？就是想学着换位思考一下。兄弟，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怕吗？嗨，说不怕呢，都是骗你。怕，真的怕。但我怕的不是挨这一刀，而是怕我进了手术室再也出不来，或者我能出来，但我瘫痪了，看着你们每天来照顾我。怎么样？你在里边怕吗？怕，怕自己再也出不来了，害怕见不着我爸了，我奶奶，也害怕见不着你了。没别的意思，但说实话，挺怕的。以前我活着呢，觉得什么事儿都是为了自己，为自己活。但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为你爱的人活下去，这才是真正的勇敢。我这一段躺在这儿，每天看着依恋来看我，小家伙就是鼓励我，告诉我要勇敢，勇敢。是啊，一个小朋友都能很坦荡的、勇敢的面对生活，我们怎么可能做不到？天朗，学会勇敢，也别辜负勇敢。不好意思，家属只能送到这儿了。少宇，别紧张，
妈在外面等着你呀。少宇，加油啊，挺住，我们都在外面等你。依恋，快过来，跟爸爸说，爸爸你要加油，要坚强，我们都在外面等你。快说，依恋，快说啊，叫爸爸，说爸爸加油，说呀。好吧，我们进去吧。兄弟，加油！喂，你好。天乐啊，刚才电视台给我来了电话，想明天约你做一个专访，到时候会在电视上进行直播，这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宣传啊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挺好的，帮我答复他们，我一定好好准备。拜拜。林先生，这是给您准备的问题，您看一下。哦，我就在楼上，有什么事你叫他们叫我就可以。谢谢。好，没事。好，灯好。依念，你今天真美。还有1个小时，我们就正式结婚了，很开心吗？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们这次请来的嘉宾是林氏企业的负责人林天乐先生。他近日代表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标志性的建筑亚宁项目的竞标之中，一举击败了其他47个国家的竞争对手，顺利中标。那为中国的公司赢得了巨大的荣誉。我们今天就请他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成功的感言。你好，林先生。那我知道您的父亲啊，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不知道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茂华，他现在还没有醒，你快点醒过来吧。一醒过来之后，看看天乐。健健康康的。天乐现在多忙。我听说您之前啊经营了一家自行车店，那后来怎么会想着回林氏公司呢？啊，那不是因为我爸病了吗？所以没人管公司了，必须得回去，不回去的话公司就垮掉了。至于自行车店，当时是为了好玩，自由，没人管，当然了，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。后来知道我爸爸生病了，我才知道家庭的责任有多么的重要。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最近一段时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给你形容。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没有办法靠自身能力来掌控的。除了我爸爸病倒之外，我还有一个好兄弟，他脑子里长了个瘤，做了一次手术，差点把命送掉。所以在这儿呢，我也想祝他早日康复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其实你不知道，我送他进手术台的那一天的时候，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。他的女儿才这么高，我从他女儿身上读到了一种坚持，一种勇气，甚至是一种责任。
所以我想说，想天乐不？问我为什么会回到想。林氏公司去？看看他是不是又笑了？源于这份责任吧。是。天乐帅哥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再过一段时间。这次的创意源于一个女孩。一个女孩啊？对，她是一个钻石设计师。我曾经答应她，带她去看地球上最美的星空，但是我想，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不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为什么。好吧，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下这个女孩呢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。她没什么特别的，很普通，爱笑，单纯，但是她很伟大。其实我想说，我一直欠她一个道歉。我也知道，其实对不起这3个字对于她来说，根本没有办法替代她现在所承受的一切。但是我想真心的跟她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也希望她能够原谅我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，能让我回到过去，我现在愿意拿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去交换这件事情。我想回到那个跟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想告诉她，我不会再离开你，我爱你。
你呢就是粉红色的 Hello Kitty， 我呢就是蓝色的哆啦 A 梦。今天穿完这身衣服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喜欢你。把那个2号图纸给我送进来。好嘞。兰妮，你最近状态不错呀，咱们公司一半的合同都是由你设计完成的。哎，老总说到时候升你为设计总监呢。今天大家一块晚上出去吃个饭，然后喝点酒，然后要不要去啊？我就不去了吧，我想多休息一下。你们去好好玩。啊，是不是又有约会了呀？真的是，唉，累了，想多休息一下。啊，行，那先忙吧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呀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看。不许你再流浪，我能给你宽阔的肩膀，墨镜也别戴上，看看我给你